说水阁好，佫请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互相来研究的台湾俗语，咱来探讨。不过你唔通学。国情啊，你叫我唔通学，摕出来讲，煞唔知影讲要来了解。要来了解台湾社会变迁，以早的人吼，对医疗啦、对保健啦，包含讲对卫生、对环保，拢无遐尼讲究。啊，有迄个俗语介趣味呢。你即马行入到浴间，佫行出来，入去护老间啊，要洗身躯，结果吼3-2分钟，哇，洗好啊啦！出来的人就会屁想，就会讲笑，讲啊，我看你唔稳当无拉衫，对，啊，就稳当无拉衫，洗身躯唔着爱看啊脱，就爱讲究讲甲身脱了清气，唔是，你去到出来无几分钟啦，红讲啦，讲稳当无拉衫，这就是对卫生无介讲究，啊，这原来半讲笑，这讲倒句的，稳当就好啊，安尼就无拉衫啊，拉衫就是有的腔口咧讲拉衫，稳着当就无拉衫啊，当然啦。当然，这是永早的时代才讲会下啦。即马较无人安尼啦。啊，头一句咧讲洗身躯稳当无拉衫。第二句咧，第二句咱来讲食，国情啊我知。讲到食就精破遐，较早的人食较客欠，天拍天请。对啦，天拍天请无唔对啦。所以吼较扣实。毋则吼，原来一句话讲垃圾食，垃圾大。物件恁落涂骹，过着涂刷粉，你唔甘，共款甲摕起来食啦。毋过即摆人袂安尼。呛水了后，要搁食，心内就挨摇啊！这就是时代不共款。你安慰家己讲吼，无要紧啦，过垃圾一食，嘛是共款的大汉，嘛是共款勇行。啊，若这无影，你认真甲想啦。食第一要紧的，食到腹肚底摕袂出来呢。即摆人有迄个知识会开发，会了解，会讲究保健，会讲究卫生。毋则讲医疗进展，人有才调食到70岁、80岁、90岁，永早的人无法度呢。毋则讲垃圾食、垃圾大，这虽然咧安慰家己，毋过吼，毋是正确生活的态度。啊，毋来干那医疗，毋来干那保健，较早伫咧咱的庄头，原来有迄个走江湖的人会来甲咱推销。推销安怎样？讲来，人济话就济，3色人讲5色话。我这贴膏药你摕转去，喙齿疼你甲我打下海，目睭疼你甲我打目内，腹肚疼你甲我打肚臍。永早咱咧听会信啦。哦，敢若万灵丹的，即马吼，咱会了解，讲万项拢爱对症落药，千万唔通讲喙齿疼的时阵，共款这贴你来打下海，换腹肚疼你甲打肚臍，敢有即个逐项都有在调医的药？无啦，现代人知识已经开化，即马所剩是敢若道具讲笑的效果尔，啊，毋是敢若对医疗，毋是敢若对卫生的讲究，永早对环保嘛无遐尼注重，毋则有迄个俗语话人咧讲。讲死鸟吊树头，死狗放水流。那即句啦，那即句即马绝对袂使应用，少年辈甲你反对啊！毋则讲国情头拄我咧讲，今仔日所有的台湾的俗语，咱是互相研究、互相探讨。你千万都唔通学，因为时代咧进步，医学、卫生、环保，咱一定都要更加注重。